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太飞》，我是陈明哲哦。我背后那片果子园呢，喺度台中嘅太甲河河巴笋哦。呀，有几十年期间呢哦，呀，种嘅青岛果子树，像个苗果柑啦，还有泰梨啦，甚至桃的啦、梅的等等吼，也可以到公了。呀，到种嘅果嘅经济加上农作物呢，有几十年历史诶，对人哋董事山上嘅农业生产，还有农村经济有很大帮助哦。不过从那种嘅去年开始哦，连沙嚟到第三河川管理区呢，发公文不了高滩地地方种那高广作为农民高位啦那种嘅果子树啊，种下稻枪枪，连沙那种嘅公了呀来插枪枪啊。但是农民因为讲，哎呀，因对佢哋农业村嘅经济，还有农业生产、农家收入都会产生很大影响哈。还有佢哋头摆呢，其实要叫咧资金嘛，问台中县政府哦。所以因为讲，那第三河川区管理咧施工嘅人员来呢，并冇老伊就讲做唔得种，连下一直公文使老佢哋当然芯片呢，种下插枪枪、稻枪枪，因为冇合理哦。故说4月7号嘅时间，佢哋来到第三河川区去申请抗议哦。今边呢，交代你村民台币节目讲头呢。佢底下嚟到你嘅福建局面頭前，請第三河川區嘅代表，韓國專家學者民意代表，韓國鄉親共同討論一場嚟關心。開會了！好，以下節目鏡頭來到係董事鎮地北度嘅種嘅福建局哈，其實從新嘅初期，啲民眾哦，200人嘅河川嘅沙埔梯嘅民眾去到第三河川區嚟澄清過後呢，近邊係有一百個哈面對面公開嚟討論呢個議題啦哈，到底有可能呢個管理太甲河嘅第三河川區，都係參考啲第7河川區管理嘅愛寮海韓國嘅嗰平台嘅做法哈，劃出一定嘅許可嘅範圍嚟準民眾嚟種嚟到高廣作物啦。係咪有可能兼顧到河川嘅治理，韓國河防嘅安全，韓國農民長久以來嘅做農嘅成法嘅成業嘅考量嗬，將今邊一邊嚟討論。馬上歡迎收嘅現場來賓，第一個呢係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區嘅吳瑞斌吳副局長，副局長好。大家好。稍等歡迎收嘅係中興大學水土保持那個段景浩段教授。主持人好，大家好。再來歡迎收嘅係台中市嘅市議員謝志忠謝議員。大家好。好，都睇下，我嚟產出嘅係董事大橋以下到呢3線，特別羅山線鐵路嘅鐵橋咧，攤差唔多有4公里咁長嘅河灘梯啊、高灘梯嘅種嘅農作物。目前現場情況用百姓啊，向沈騰等新聞記者鏡頭去了解一下。我要生活。我要生存。200萬嘅農民40號水利處第三河川區前抗議，今年來電拍布條，表達將是告訴你有乜個吹嘅心聲。實際來到農民嘅個人，黃德福盡力冇幾嚿錢，自家拆批嘅公料，該錢嘅農田呢，只存一堆垃圾外運走。見拿出第三河川區大本期嘅公文，地保要求其他3億地前拆除公料，因為冇希望本第三河川區用強制執行嘅方式拆批，所以黃德福先設自家請怪獸來。然後咧做些都冇公料啊，2來啦，3啦，都乜嘅，就變到鐵腳頭本機啦，冇呢變啊。黃德福新灣人嘅公料拆批已經都冇奈何咧。就連個人地保嘅告訴，第三河川區也要求順帶種植高廣作物，限期強權嘅3億地，理由係為咗太甲河河防安全，範圍對東勢大橋到3線鐵橋之間大約6公里。都按照了嚇，你作弊弄按太大作弊，我感覺呢心很痛，已經都爛路了你作弊都什麼都沒有啦。其實唔單止東勢大橋到3線鐵橋之間，對東勢大橋向上游總共12公里嘅部分，未來也會執行剷除計劃。部分農友幾年來，農純菜等無確定感同對公平正義嘅無了解。條班啊公嘅時代嚇，就咁講，眼連都細嚟冇條路嚇，將公把手腳直接不個做。祖先留給我們的時候就。已經68年開始就給我們了，我們就開始種果樹到現在了。
你要叫我们砍掉，要叫我们怎样生活？农民不滿嘅係，做到日本時代，先祖就已經開始到高灘鐵工種，你下自意識以至公文，就要今年轉配高數，實在無法度接受。我们祖先留下来给我们这个地是日据时代日本人要我们一起开垦的，我们为了生存，他们为了缴税金要抽税金，那我们一向都是一样要缴给国家税金，到後面他就不給我們繳了，我們的稅金單也是還有證據啊。農民講嘅送地繳稅金，主要係套管理權嘅問題，因為1998年東升了後，本來台中縣政府管轄嘅高灘地，移轉到水利處第三河川區，後續嘅作業農民唔得要完全處理，你下對於高數產出嘅問題，要同現地項產生落差，拖兼顧農民生活同河防安全之間。完全黐得偏泛，可能雙方還需要更加多嘅溝通。好，刚刚新闻影片有看到，就是说，其实河川局这边也说是依法行政了哈。那当然依照是这个《河川管理办法》第34条，就说目前在这个下面呢，又还新定了有这个河川区域种植规定哦。虽然这个是从民国89年。9月5号开始来颁布，但是在103年3月7号还有来修正全文哦。那除了这个河川的这个管理办法之外呢，这个区域种植规定之外呢，这个第三河川局还用了一条来跟这个目前这个所谓的占耕户来做这个，说他们是窃占罪哦。那我们现在看看这个窃占罪到底是窃占了些什么部分，然后多少人可能在这一次的这个整治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受到影响。好，我们来看到的是大甲溪高滩地征域区域哦。这一次我们看到是从东势大桥往南到山线铁路桥这边哦，大概是6公里左右。那土地呢是有600多笔哦，因为过去我们看到就是说在动审之前是交给台中县政府的这个水利局、农业局的管理。那时候呢，一个农户呢就有1笔土地，所以是1笔所以目前是有600多笔，那占耕户是有600多户哦。那这是这一次所处理的。那8年前所处理的呢，是东势大桥往上到龙安桥，这大概有11公里，有500多笔，有500多笔的土地，那占耕户大概有600多户了哈，所以这看起来呢，对整个东势镇这个温带水果的这个产值啦、产业，甚至农民的这生活都有很大影响啊。那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吴副局长，就是说，这有上千户的这个都是窃占罪吗？那他们在这个部分是目前你们的态度和做法是什么？刚才主持人讲的，东势大桥上游那一段88年处理，那就是依照82年水利署规划总就现在水利规划所的规划大甲溪基本治理计划去做的工程实施，因为现在已经做到第9期了。那目前那一块处理好，就是堤防有受保护的土地就划出去了，那它可以种高均作物。那我刚才你谈到重点，就是说河川管理办法，我们88年我们接管，对，82年接管。那河川种植规定是89年颁定的，对。那前后经过为了考虑大多数农民，符合农民的利益，尽量把这个影响降低到最少，所以前后经过6次的修正啦。那103年最后一次修正，那其实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它有可是修正期间并没有跟民众去做面对面的沟通，而是整个在103年的这个3月份全文又修正过后，才开始有积极的作为。我要重申一下，河川工地是许可，不是民法的租赁行为。这是从水利法河川管理就已经明文规定，从以前就到现在都是一样一致。不管是县市管的时候，或是我们中央管都是所谓许可制，不是租赁。所以说，如果是民法他们租赁之间权利侵转，那是在水利法跟河川那是违法的。那是违法的。所以现在是河川就算公有地，算是要许可，所以他们是在刑法窃占上面是。对，这所以我们因为是行政程序法，它针对违法案件要先刑事或行政嘛。然后因为我们之前刚才讲600笔，那它80%，它本来就我本人就参与了市场的说明会了，详细跟所有的农民利害关系人说明这个整个来龙，包括法律的规定和处理方式啊。那我们就是辅导他们。许可，我刚才要许可，因为许可将来一个问题，如果没有许可，将来如果台风灾害的时候就没有做补助，有灾损的话就对没有办法补助，这个是
涉及农民的权益，所以我们也需要说弄这样的纳管。另外，所以纳管是要顾及农民的权益。对。好，那议员，我们副局长那边说有80%，这一次哦，我们看说这个6公里里面有80%的这个所谓的占耕户哈，他们是愿意来接受1年期的辅导，愿意去做这个高精作物的铲除。您的理解是真的这样吗？我的理解是这样子哈，我常常听啊，我不晓得所谓的80%愿意接受哈，这个数字从何而来啦？起码我接触到的民众的反应里面，大家基本上是不能接受的。那刚才副局长也提到，那整个整治的计划里面，基本上是为了所谓的河防的安全的顾虑啦哈。我倒想请教副局长，你们从89年接管到现在105年，大概有16年的时间里面，这16年你们接管的时间里面，前面我就不讲了。16年接管的时间里面，到底我们东势地区、我们大台东地区有哪一次的淹水是因为我们在做的这些农作物所造成的？你只要告诉我一次，这次的淹水是他们造成的，其实我相信大家都会来支持啦。所谓的80%里面愿意接受河川局里面的办法里面，就我的理解里面，我看民众好像都是半骗，叫恁半骗、半怪、半恐吓吼，啊无恁就要讲用刑事讲医生啦吼。他们都是因为这样子才接受的啊，那80%数字从何而来？但是我们刚刚议员还有我们的这个副局长都讲一个重点，说河川其实是在摆荡过程当中。那我们就要来请教我们专业的这个段教授了，就是说，因为这个大甲溪哦是台湾目前这个水库最多的哦，那它这整个联合发电呢也是台湾第1大的啊，就是日常有在这个水力发电，所以从上游开始，从这青山、德基、古关、天伦、马鞍，当然石冈水坝经过921之后，目前可能只剩下蓄水功能，民生蓄水功能可能还留下一些了哈，可能观光功能都大一点点。这么多的水库，这么多的发电厂，对于大甲溪来讲，对于大甲溪的河防安全来讲，有没有产生影响？这些影响是在什么地方？跟这一次的河川治理有没有关系？大部分水库在做的时候，政府考虑的功能都会考虑到防洪，对洪水控制一些哈。对。那底下几个比较小了，就德基做的最大。德基完成的时代哈，大概在民国50几年、快60年的时候完成的，所以那个都是比日本时代治理大甲溪晚。所以这些水库对防洪有调节功能，就等于说我们也可以谈出一个制洪功能。那我不知道水利署的那个大甲溪后面，你现在执行的时候有没有把这些考虑进去了？如果有考虑进去，所以教授，这些水库跟电厂，它其实有防汛、治洪、灌溉，还有供应用水的功能，对，都有功能，就是对防洪都有功能啦，是对调节下游河川都有功能啦。哦，那72水灾就是民国93年哈，闽都丽台风，那是非常严重那一次，整个921之后，整个土质松动之后的一个大水灾，这边的什么石角溪啊，什么这几个一塌糊涂啊。那因为那个时候是农委会委托我负责处理的，所以我通通了解哈。一塌糊涂这边那个新生那个叫中和村那里面一塌糊涂，中和村那个叫现在不是薰衣草很有名吗？那里也一塌糊涂。但是我的印象中主流没有什么事。我认为上游这些水库是做完了以后，不管怎么说，它等于德基坝本来就是一个很大，德基1年难得放几次水。是，它主要是要蓄水啊，所以对下游有帮助。那这些如果你们有考虑进去，把它算好了，哇，这个算完了这些说没办法，不砍他们的树，我们台中这个堤防啊受不了，非要淹到老百姓，这我就赞成你砍。那我们问一下副局长好了，刚刚针对教授说，其实这些水库或者是这个蓄水来发电的电厂，其实都有防汛、治洪这2个功能在内。那这么多个电厂，就是全台湾密度最高的这个流域里面的电厂，这样的因素，我们三合局在治理的时候有没有考量进去这样的一个变数？我刚才讲大甲溪的治理82年水规所做治理基本计划，其实这都有考量到了，因为一个大甲溪整个集水区，它很多的小集水、次集水区、大中小集水区。刚才水库它只管它上游的集水区下来的水，它下游它很多集水区会进来的。所以说我们是整个所谓的洪水计划洪水是
以把它保护标100年去算，经过水理演算以后，算到这个地方的计划用水是多少。我特别讲，我们要分为3部，一个山坡地，一个台地，还有行水区啦。现在大部分的民众现在的有问题都是在行水区里面，山坡地的部分和台地的部分都有办法去依照我们的治理规划检讨去把它解决了。好，我先跟在座的民众说明哈。那另外就是刚才讲的，现在问题是最重要的是东势大桥在池冈坝这还涉及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池冈坝是丰原地区的水源的来源，它是民生用水来源。那你这一计划以前东势大桥右岸台中市有进有湿地的计划，它就想办法这水质净化，因为它还容纳东势地区的污水排放排水。所以您的意思是说，不只是河防安全，还有民生饮用水水质水量保护的问题。好，那段教授。副局长这样的回应，我对副局长这个回应，我稍微希望你们回去研究了哈。那你们说重现期用100年嘛，是吧？这个我也没有意见，用100年就用100年哈。那我是希望你们去检讨，说我7.2水灾那一次是多少年重现期距，跟100年差多少？好，那后面还有一个苏力台风也很大，所以你们其实假定说，我100年重现期距，我这些高经作物非全部砍光，哦，那我算起来没办法。那跟老百姓讲清楚说，我不砍这些会影响到哪些范围，这个比较容易理解的。如果你说，有的会影响，有的不会，就说它高经作物也有离你核心线比较近的，也有离远的。你现在好像我所理解好像是，只要堤防内全杀光，这个不太对了哈，因为高经作物会使这个水的流速会慢一点，也会减少河川的掏刷。所以少部分高经作物留下来，说不定是好事，说不定是好事。那地被植物一定好，所以你们并没有反对他种地被植物嘛，就是种水稻这些低近的没有反对嘛。所以，而且依水利法78条附近规定这些也不反对种植，只是要申请许可。洪水期的时候，我这些发电的，我先是不是放掉一些水？我不要留那么多水嘛。你灌溉是你们在考虑，灌溉够了，我不要留那么多水，我可以留空间来调节洪水，会流得更大，所以这些都可以研究了，不是说现在非要这样干下去，我是非常反对。好，我也知道说今天来到现场，同到详情，迄都有那些河巴认为，应该高滩地的种构树，还有另外树的被捉起来好，像详情，好，来个睇过嘿。因为咧头摆2、3太年，就先做诶，头摆4天，你嗰度石頭啷康咧4天都唔得，你就講正月去年正月、1月、2月、3月，貼一張單就係我那個拆牌，你咪拆嘅落去就太離減，幾多錢嚟估？佢錢好似本來老百姓好估啦，我老百姓走路講有時候7、8、10歲4月半個價咧，係我那個死落去，係嘛？所以我哋一講完都冇兩個人都冇做的。好，感謝你阿爸，還有那個大哥，好，這位。豐原的火車路甲龍安橋遮，有足濟幾千戶農民攏佇高灘地的種作啦。阮即擺攏種高樹，阮攏靠遐高樹的衛生啦，真辛苦。這位大哥，請問一下，你種果樹幾年了？這高樹吼，這媽媽以前佇遮種咗30幾年啊。哦，所以你是接媽媽的手繼續種的？愛親手種的，真辛苦啦。是。伊嘛個遮個高樹撤掉的時陣吼，無法度收入啊。哦，是。那您除了這個種果樹之外，還有其他的收入嗎？沒有啊。沒有，是不是？所以如果全部鏟除的話，對你的生活馬上就會產生沒有收入。逼我們去死啊！哦，好，謝謝這位大哥。好，下一位鄉親。好，我在河川種植50多年了，都平安無事。到去年河川局才開始通知我們，把我種的水果要鏟除，要強制執行，實在很沒有道理的。我們這塊土地在日本時代借有土了，是一個農業區，民國
政府来到台湾以后，民国75年，内政部也把这块土地划为水果区、农业区。到104年9月的那个104年河川区啊，才把我们改了这个行水区。89年啊，他是定了法，你们应当要考虑到你们定了法以前，我们已经是存在的事实。其实2008年的时候有处理东势大桥到龙安桥这个部分，那时候你没有担心说，有一天可能会往下游过来哦？我们都不知道。哦，那时候你不知道？都不知道。哦，河川局啊，他是很没有良心的，他定了我们50公分，但是河川局所管理的这个河川啊、草啊、树啊，这个都有200公分以上。那你为什么你自己先做好了？我砍了50公分以下，让大家学榜样也没有啊。这个叫什么？光伏啊，可以放火了，老百姓啊不能点灯。这位大哥也许觉得说，三合局先把那个野生的杂树啊，这个野草200公分以上把先把它铲除掉哈，这是这位大哥意见。好，这位。好，谢谢。在08年的时候啊，我们有举行一次，我们有一个农村大会，也有带那个里民到我们的河川局去抗议一次的啊。因为那时候我们也很配合你们啊，那个在沙石路过去的公寮，我也有跟地方的居民讲过了，那个有行水区，你们公寮你们自行拆除。那时候我们的里民也很愿意在拆除。08年到现在10多年了，10多年，差不多8年了，那个也没有什么大水给淹掉，那个给我们的果树啊，现在还存在。所以说，我想说，我们河川局是不是考虑一下，10多年来我们有没有阻碍到你们的行水路线啊？还有该放给我们撑住了，你给我们有一个撑住钱啊。好，谢谢了。好，谢谢。那副座是不是一并我们做一些回应这样子？我先这一段先做个回应啦，我先回答段教授的意见哈。第一个，许可是它有期限的。每一个3年期限完就要展现，它是以新案哦，每个它到期是以新案，所以说所有人都有权利来申请许可，只是说原来的种植户他也优先权利，这个要跟大家说明。其实我亲自到现场去看他们农业，我也了解他们，我也知道他们很辛苦。大家因为我们也看到经常看我们工工程做完，有一整理块地，马上就有农民来开始在插种了。所以说我知道大家很辛苦，有的真的靠。因为城镇这个目前这个经济状况，让大家必须要勤劳一点才有办法养活。所以我是呼吁啦，政府是一体的，这个县市政府要插手，尤其社会局应该辅导就业啦，因为这个是我们方案，因为像他们那一块澳新堤防，台中县政府做的时候，它有留，因为农民的抗争留了2个切口，那个切口是比计划洪水还低，就是依照现在地盘去留的切口。将来如果水上，那我要特别讲，现在他们农民种水梨，为什么种水梨跟种橘子？因为管理成本低啊。旁边也有很多种蔬菜，他为什么不去种蔬菜？因为他管理成本低，不用投资太多的成本，而且高经济价值，所以他们要种水果。种水果、橘子、水梨，但是水梨有很大的问题，因为水梨现在都矮化，所有果树都矮化。那树冠都很大，虽然是5米种植一棵，但树冠大，上面还有加了铁丝网架起来。那这个如果一洪水了，漂流物一来，整个都挡住。从东势大以下很多的跨湖构造，那都桥梁都很少。为什么后方大桥会断桥？也是这个原因，就是大缆堤段高滩地被大家种植的、维持的，结果都跑那个我们的振兴堤防那一段了。那现在我们已经河道板开挖300公尺，将来这个区块因为我们必须考虑水质，所以不能不轻易动，是因为下游石门水库一动，可能会影响这个水质。不久之前的后丰大桥断桥，可能跟这个高滩地种作也有相关因素了啊。好，那这是这个在河川管理、在河防安全上面，他提出的一些市政啊。但是我们要看看农民实地的生活经验是怎么样的。他们的经验告诉他们，水真的会淹到这里来吗？还是说，其实这个像刚刚
副局长讲的，种这个梨子树上面会搭棚架，真的会卡到漂流物，使得淹水更严重吗？我们去现场看一看，我们透过新闻镜头去了解一下。河北区北部郡就算离开一段路咧，还能听得到拖大家河界高滩地方、苗栗、梅、桃、果蕉梨、梨网，农民种植等各种无相关嘅果树。农民啊，种啊靠着生存的嘛。你种水果好，其实种你种水果啊，所以讲多去迄嘛吼，多留到像念安尼嘛，是苗栗较好教，俺都留苗栗参梨网。哪种果子嘅假使好，就改种哪种果树。你农民希望收益生态化嘅种植材料。这个第三河川区希望辅导农民改种50公分以下嘅地光作物，像係禾、番薯、綠豆短期性嘅作物，來方便可比太水經過，實在唔會阻擋水流，安尼較安全。不過安尼嘅措施，農民無乜實在接受。俺恁開始種嘅時陣，俺恁舒服咯，無了自死無嘛解。俺恁種研究嘅是死要50年咧，安尼無了自死啊，講呀無做無嘛解。俺恁離位到離啊，得按多錢落去咧，工錢啊得按多咯。因此他喺問俺哋我哋記得啦，我實在無法度我記。也非常無公平，因為我哋種禾哈，種本雕飾好也種本顏色。兩個雕案多哈，兩嘛不適合種禾。農民講，大家河界高灘地，天氣項差唔多攏係石頭，真見無適合種禾、番薯、綠豆短期性作物。同時以經濟效益來講，還係種植果樹較有利潤。農民如果靠種番薯、種稻子可以過活的話，大甲溪上不會有這麼多的果樹。番薯跟稻米在台灣的社會已經很難養活一家人了，所以農民為什麼要改種這麼多的水果，這麼多的橘子啦、茂谷啦、梅子啦，就是因為它的產值比較高。作物界實體性同發展問題，愛農民將呢下界果樹轉劈種植地廣作物，真見當為難。今日希望第三河川區實在放寬對於作物嘅認定，超體合法。3川時代時報。好，刚刚有这个村民讲到说，如果说种稻米、种地瓜可以养活一家人的话，大甲溪的高滩地不会这么多的果树。事实上，从台湾大概在5、60年代开始以农养工这样的一个经济政策推出来之后呢，长期的低粮价使得原本也在大甲溪畔种水稻、种陆稻的这些农民呢，开始必须要改种高经济价值这些温带的果树啊，甚至在技术上面去突破，在这个衡山梨上面接着温带的梨哦，能够变成高经济价值。就是说，事实上小农他已经开始针对这样子一个长期低粮价，他已经把危机去做对应了。那目前就是说，种了这么多年下来，刚刚教授讲的从来之使用啊，就是说已经有这么多年下来，那现在就是说有一个一纸命令要他们把这个果树给铲除掉。事实上，他们觉得说已经退无可退哦，这是站在民众的立场有这样的想法。那是不是有没有大哥要再补充一下？好，这位。即马讲改正讲，这个假作物吼，实在讲吼不适合哦，这个现状啊。那安尼是要叫阮去倒死，对不？我这要10岁啊呢。所以你还生意讲你还树了中？没有，就是你。俺哦勤呐哈，勤就是为了我们国家和社会和我们家庭的负担呐。对吧？我们就现在有没有长照问题？我们80岁了还在这工作，不要给这个国家那这样哈麻烦了，我们就自力更生啊！哦，谢谢。好，谢谢这位李太哥，好，了解先生。因河川局来管理16年，但是因这水果吼已经伫咧，阮阿公以早，阮老爸早就拢种啊，吼，伊在管的时阵。若无讲袂使种，若讲袂使种，爱补偿，吼。啊了后，若无来通告知讲袂使种哦，吼。啊了后，人佫种落，吼，佫种落，因来管理人佫种落，佫种落中间，顶年1月23日，你人大个告诉讲要当铲除，你知影农民的心血拢囥伫遐，甲。投资伫遐是爱偌侪钱无？
哦，所以你觉得说16年来他没有在更早之前有积极的作为通知你们说这样是不行的？对，所以我希望因为你会告知，如果告知说现在以后不能种了，没有种了不要再种了，然后贴个告示牌说没有种了不要种了，有种了维持现状。所以让我们缴这一次开始有个落日条款，一个落日的时间吗？对。好，这是你的建议。让我们缴管理费，我们大家都很愿意缴管理费啦。好，谢谢这位大哥。好，谢谢。刚刚其实吴副局长有讲到说，这个河川的检讨或河川这个治理和合法安全，他们是有在做滚动式的检讨了哈。那尤其说921之后，整个山城地区这个地质有所变动，甚至这个地层的这个陷落，也造成大雅溪河床这个深槽变多嘛哈，这个河床裸露种种问题，甚至后丰大桥这个断掉呢，或多或少也在河川局认为说，跟着高滩地的种植经济作物也有关系哦。但是同样大水灾、88水灾，在整个高高屏地区造成非常严重的灾害。当时候的七河局第7河川局也曾经在88水灾之后，在老农溪、爱流溪那边，针对高雄六龟地区的河川高滩地的经济作物，譬如说柠檬啦，这个芒果啦、莲雾啦等等的种作，也要来全面的铲除哦。但是后来呢？他们也参酌到发现说，其实在民国99年的时候，4河局在整治这个浊水溪，7河局在整治高屏溪，因为铲除高经的经济作物、殖生作物之后呢，也产生了一些后遗症，譬如说河川流入变迁，部分高滩地会流失，还有也会影响现有的河防建造物。因此呢，这个7河局呢看到了他们的前车之鉴，虽然碰上了88水灾，但是他们也就请着逢甲大学来做这个研究调查报告呢。所以呢，虽然说目前报告还没有出来，但是他们已经有新的因应的做法，就是说在去年呢，他们划出280公顷许可种作，让这些农民呢在这280公顷里面还可以维持原来的什么莲雾啦，或者是芒果啊这样的种作，但是密度啦或高度呢要接受这管理了哈。那有没有可能这一次3河局，我们来看看7河局的一些做法，有可能是一个转机呢？我们想先休息一下广告，以后继续来讨论。好，分享中央村民台北节目现场头有讲到，其实咧第3河川区对因太甲河咧，仲目前看到迄东势太桥到三线嘅路三线铁路嘅铁桥动往咧6公里哦，高潭梯所有嘅经济嘅高广作物啦，包括因讲主要迄咧个果树啦，像你讲到因那个果树呢？比如讲桃的啦、梅的啦、苗栗啦、高接里等等那都高广的作物种下来倒退。但是呢，那副局长，我想请教，就是说7河局现在是有一些，虽然88水灾很严重，他们对爱寮溪、对高屏溪的这个管理，刚开始也是要强制执行，全部都铲除。但是在去年，他们有一些转机出现，他们定了280公顷，可以来申请许可。那但是种什么样的作物？然后密度，还有这个树冠的高度等等，它都会经过计算，然后去管理。同样都是河川局，都在经济部水利署下面。3河局认为7河局这样的做法值得参考吗？还是说要因地制宜？大甲溪跟高屏溪是两码子事情。那刚才说老龙溪那280公顷，它是在我刚才讲的三个可以种高经作物的地点，第一个计划洪水位以上的，它280公顷全部是在计划洪水以上，所以它可以。就是淹不到水，没有因地制宜，所有的都是适用，全部一体适用。所以您说这一次要铲除是在标准洪水位以下的，对，所以会被洪水淹到。对 ，OK， 所以标准是一样，只是说，这个他们是洪水位以上可以准许种，我们这一次是洪水位以下，所以要铲除。所以我刚才特别强调有3个部分，第一个计划洪水位以上的高滩地可以，第二个如果已经有湿热堤防，它那个河川区还没调回来。因为照理讲，有湿热堤防，河川区要调和到侧郭用地范围线为止。这个所谓红线、防线、立线这个可能这个问题那这个部分你就有规定，本来就可以种了另外就是有治理，就要想高潭，像我们在座的潘先生，他属于高潭的地方。2014年跟15年，这也是中兴大学水保系这个研究报告都提到，就是说，事实上高滩地的这些作物呢，虽然有阻塞河道水流、抬高洪水位，造成下游淘刷负面现象，不过
有将近3篇的论文报告，都一再强调说，它也有护堤固滩、减缓流速、促使深潮稳定的正面效果。所以，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这些高滩地的这些作物呢？是一定是低茎的好呢，还是高茎可以的有密度的，在高度上去管制，适度的可以做一些开发？教授，我是觉得越靠堤，如果要留高滩地的作物，就是说高茎作物是越靠堤防留高滩地的越有效了。就他这个解释，那个研究是很正确，就是说高滩地上有作物不见得是坏事，就是你妨碍水流是坏事，不妨碍水流就不是坏事。而且它那个有作物的话，那一段水流速度会慢一点，它刷的可能性小一点，那个深潮线就会比较刷掉。所以大峡谷比较不太可能会出现。那个深潮线就比较在中间。那个至于刚才副局长讲说，原来是后丰大桥段，其实后丰大桥段跟我们那个921大地震在皮峰桥跟长庚桥中间那个断层拉起来有关系的。那个断层拉起来以后，那边的坡度变大，所以这个坡度变大，对下游流速也会大一点。流速变大，所以下游，所以你们可能高滩地就可以少管制一点。那个所以后丰大桥不见得跟高滩地种果树有相关，反而是断层的问题。因为那个连监察员都搞错，监察员糊里糊涂去弹劾那个你们的陈生贤嘛，那个叫陈处长的时代，我都骂监察员的笨蛋了。结果后来，对啊，没事啊，就是真正问题是公路局该管你的桥嘛，怎么找？那现在就说你说土流这个堤防有问题，这就是你们责任，你们就要去想说问题在哪里。你能不能全部怪掉这个断层抬起来？有考虑方向，因为断层台的两边角不见得一样高了，所以你们要去研究这个，土流地方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把这个搞坏掉。好，那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您说这个上面几个水库，我对台湾的各机关很了解每个单位都非常本位主义，所以台电，你们如果要问台电什么留点空间给我们调节洪水，他不会答应你的。所以这要去协调这个问题，所以我猜你们算的时候根本把台电那个5、6个大水库通通没算在里面的。经常年的刷升其实是我们上面水库做太多，水库把泥沙拦掉了。正常河川是泥沙是循环，所以我是觉得你们可以再深入去研究，研究完了，真的找不出办法，那可能就说这边跟他说，你的果树想办法要改，稍微。我这个地方这棵高滩地，你的最高洪水位还有1公尺，那我果树1公尺上让我长嘛，底下这个干子别给我砍掉，枝让我长1公尺以上也是一个办法，都可以去考虑的。不要说通通砍掉，就好像通通砍掉，我同意是最好的做法，推土机来就推掉了但是老百姓活不下去，政府还要发救济金，一样是很麻烦的啦。那我现在要请教我们谢志忠谢议员，就是说，包括我们段教授也讲到说，事实上不只是河川局的问题，台中市政府在这件事情上面也要有角色，也要有这个功能出来，甚至比如说他刚刚讲农业局啊、社会处啊，好像都要一起来做。您觉得河川局这样的想法，或段教授这样的意见是合理的吗？是正确吗？还是说事实上就是应该这么做？河川局这样的想法当然很不负责任啦你要做这件代志的时阵，无就市政府参详即摆做了，你讲补偿爱去辅导的时阵，那叫市政府辅导。世间哪有这种道理？89年以前这的人因是拢迄阵台中县管的时候，他们是有缴租金的，应该可以交奖租金所以那时候他们是合法的，是你们接管之后才不让人家交的嘛。所以讲，你若要互市政府角色，你要做这件代志进前，你就好找市政府参详而且市政府的角度，这个县市合并后就叫台中市政府了啦以前在台中县管的时候，是接受大家的，是大家合法伫迄个所在竞争去收租金的。因共接了，唔爱共收租金，过10几档了，共讲你爱家己去拆除，拆除了那个叫市政府来负责。局长这种说法不对啦，这种做法也不对啦。而且刚才我实在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后丰大桥断掉，是因为大家种的这个大家在高滩地上种的这个高茎作物我觉得这个对这些农民来讲，这个担子太重了啦。后丰大桥等唔好牵大因啦这无啥道理啦。那刚才我们一直在讲这个洪水位以上的高滩地，副局长说 OK 嘛，没问题可以种嘛那个地方我相信副局长也去过很多次，我也去过很多次。迄个所在他都按影片嘛，我跟您讲啦那个所在大甲溪的水不晓得几年没有经过那里了啦。
除非是天上下雨掉下来水，所以才会流到那边。迄个所在大架客水都唔来几担，唔捌经过迄个所在。啊，你硬要去改处理讲这个是跟所谓的核防安全有关，我觉得这个没有办法说服大家。好，那好，等一下，我觉得这个要澄清一下这个重点。我觉得我刚才讲后风大甲我是说因为。这个高滩地固定的结果，因为固潮化的影响，会影响桥梁安全。我没有说后风大甲是跟高滩地有关系，我说这个影响这个河床有影响，但是没有直接关联。那另外我要纠正谢议员，我刚才特别有讲，这个是许可，不管县市政府时代，水利法跟河川早就定了，这许可行为，许可是许可，这不是租金，不是民法的租赁哦，这里要搞清楚哦。副局长有没有相信现场跟你提到说，这个常年水位在这里？我的田在这里，我取不到水，我怎么种水稻呢？我光是拉那个水管、拉那个马达的那个费用，其实这取水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所以主任，这个有一个问题，我们许可它许可书里面哦，第一个它许可你种什么，第二个它有附注你要符合相关法规，你有水钱的问题，你要去申请水钱嘛。水钱你要跟中水机构县市的申请嘛，这个都是有相关规定都有的。如果说过去在89年、88年这个三河局接管之后就没有这个承租许可的话，那目前这些土地里面有很多老农他已经无力耕作了，他是把这个这个使用权呢转让出去了。你不用缴租金，又可以收不用向政府缴租金，又可以跟这个承租户来收租金，好像也有一些所谓的公平不正义的问题哦。那我们先跟着记者镜头去了解一下这个问题有没有可能在这次一并解决，甚至有合理的我们来面对这样一个困境。几年来，太甲河高滩地的争议，除了种植造物的问题之外，也出现私底下养土的情况，引发公平正义的问题。因为本来的新租户已经10万元无缴税金，使有时的收天意新租户的租金，安尼个情况当场有讨论的空间。只是农民认为，也是太环境的关系，也没有什么让渡问题啦，就是比较年轻一辈，像我比较年轻一辈还可以做的话，他就给我们来这边开，继续他这个种植果树的工作这样啊。请他到大甲溪河床上一个一个去走，他看到几个年轻人在做，很多都已经年老没有办法了。他不是不愿意继续在这块土地上生存，而是他已经没有能力、没有体力，他不得不让渡。这是台湾现在农民的悲哀，没有办法。农村人口老化的结构性问题，拖太甲河河滩地一片向宽也有。只是有心爱新租的后生工种者，今年无法度向第三河川区新租，私底下养土的问题，当场就无法度解决。我要承租，他现在都不给大家承租啊，我是很喜欢承租啊。只是先莫讲养土的问题，将本来已经种植按多年的高树继续保留，然后爱种植的采用新规定，50公分以下的短期性作物，又还有公部门实在有正常的承租机制。可能将会解决太甲河高滩地争议的购土方式。好，虽然这个新闻影片讲的是承租租赁的，但是我们这个三河局副局长一再强调，河川公有地无所谓租赁的问题，而是许可申请许可使用这样一个问题啊。但是无论是承租或许可，对于农民来讲，就是说我有一块地可以继续让我种果树，可以继续养家活口，可以把妈妈30年前种下的果树，现在依然可以维持我一家大小的生活。这对农民来讲，也许法律的用词他们不是那么样精确，但是生活上生计的面对却是非常实际的问题哦。那我想说，现场还没相信针对这个部分有意见要发言的，好，这位大哥。是不是会使讲下阮就现任的现况放宽？就过去有这个缴租金的这一块地，那目前在这一次还可以持续的可以许可使用这样子。无啦，放宽下阮遮的农民。会使合法的申请种植的许可，莫点安尼来找阮的麻烦啦。咱拢来就用抢的，无要讲送我办。这拢大家嘛拢故意人老实人啊。所以你听到窃占罪要移送法办的时候，你大家嘛惊到要死。来无就是来就要甲你罚钱。这农民安尼辛辛苦苦种甲安尼
来放伊。所以你觉得三合局的做法上面可以？更硬啦，哦，对不？这是你的建议是不是？啊、好，意见好，谢谢。好，还有哪位大哥？好，这一位。啊，我们也看到你们河川局啦，这几年都编列很庞大的预算，在浊水溪的出海口，还有大甲溪、大安溪的出海口，在做这个防风定沙的工作。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那边通通都是没有果树啊，没有绿化。相对的，这上游120公顷的土地，如果说被你全部砍除的话，这些高间作物砍除的话，啊，你们也了解，那边都是沙质地。到最后的话，可能我们东势出去石冈到丰原，就会像大甲溪出海口、大安溪出海口一样，可能东北季风的时候，我们这些窗户都要关起来，就河川扬尘的问题。哎，事实上呢，你们到最后也研讨说，可能来种耐旱的树木绿化是最好的改善措施啊。想想看，你们如果说执行这个错误的政策，砍掉以后变成东势出去到丰原的乡亲要忍受东北季风这种沙尘暴的苦的话，那怎么办？还有你一直强调用水利的观点，说一定要砍除，实际上应该这是要通盘检讨的，因为牵涉到的不是说只有水利问题，还有这些果树对高滩地方面水土保持的功能，还有呢，把这些果树砍掉，损害我们的乡村经济，最后呢会衍生社会问题，因为这些老农抹内气，你们下顾顾强调他们触犯刑法320条，我们看到了，在没有种植的地方都是这样子，垃圾一堆了。所以大哥，你觉得有种植反而不会堆垃圾？对，这是我昨天到县地拍的，很多都是这样子，因为有种植，所以说农民他会去管理，农民要求其实很微薄嘛，已经种了，既然存在事实，你们就让他们就地去申请合法使用管理。大家都很愿意缴管理费啊，国家也增加税收啊。即便是3年1期，不是永久的，你们也是愿意去申请这样的许可使用，是这个意思吗，大哥？对，你们看看，这个果树都是几十年生，这棵树起码60、70年，这是我昨天到县地拍的。你叫他们砍得下去吗？是不是？法律的基础其实相信大家都很了解了，我们法律是不溯及既往了。这些东西已经长那么大了，在还没修法、还没定法之前已经存在的。我们县政府强调的转型正义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就要去深切检讨。好，谢谢这位大哥。我看还有这一位。主席官员好，我是萧元山河川局要帮我们老百姓很好，要整治河川开便道。可是我看到的是开便道就地取材，开未进水的河流。从高滩地一直冲，今天呢，我们小老百姓为了生活种植这个，祖宗代3代就留下来了，搞得今天要抢我们的土地，这合乎道理呢？好，所以这是这位大哥意见。我看后面还有位穿红色衣服大哥。我第一个要指责我们的副局长，他本来做什么是要说服你们要解决问题，但是他说出6点缺点。第一点，他说。这个问题是主计处要求的，主计处跟你河川局有什么关系？审计部审计部跟你有什么关系？第一个，你的主管不是审计部；第二个，你说饮水用种流种菜，敢无农药，敢无肥料，水果不是同款，就是缺少你的专业。第三个，讲后丰大桥是因为造成的，我请问。咱家丰溪大桥，甲起有一条做，迄个沙桥开的路无？恁知影无？迄乱七八糟，等甲乱七八糟，迄拢是人模不张、偷工减料。第4点，我定去行高速路呢，行水底呢，为了后丰大桥一直在上去2边行水区内呢，2边拢行水在浇水江，迄外悬的嘛浇水池迄大水来就是阻挡水流。到时大水来嘛是安尼，拢是无咧管理。到时大水来拢讲农民的问题。你甲看迄外悬呢，迄2边我有去看，我定去看。第4个、第5个，制造假数据80%，用恐吓口文这个数据变成啥？错误的决策。咱做议员拢知影，你拿假数据上面讨论，都变成
错误的政策，所以伊摕假数据，讲80%接受，这数据搁后厝摕人看者。过来哈，第6个，他们都要求我们依水利法。其实今天的问题不是个人的问题，也不是区域的问题，是全面性的问题，必须透过让我们的教授、专业的水利的、专业的人民多方面的开了公听会来做决定。我相信吴副局长一定也说，依法行政其实是公务员的一个好像是基本的天职一样，就是说，如果我没有把河防安全做好，我没有把河川治理做好，将来发生灾害的时候，这责任还是要回到你们来承担。所以你们会觉得说，好像这样做也不对，那样做也不对，会不会觉得自己像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我们做一并的回应好吗，副局长？好，我刚才也特别强调，因为你看我讲，一直强调是许可，很多在座的农民还是租赁讲租赁，那可能就是讲习惯了。对，水利法上关于跟种植规定说，你如果给别人种，那是要撤销你许可的，你这个许可书就无效。所以等于2次让渡就产生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要纳管？我刚才审计部是管我们预算执行的，我们所有的预算的执行都要经过审计部查核的。那刚才那个主要是农委会查农委会的灾害救助。那救助我们他们救助要跟农委会申请结果这个都没有许可的他这个是这个因应来的这个我跟你说，不是说审计部管嘛，审计部有管我们，我们之前每年都要查我们预算，是有管我们，的确是有管我们。那我想其实我苦口婆心，麻烦各位乡亲不要误会我们同仁那刚刚昨天拍的照片说，你看。这没有种果树地方，就是河川局管理地方，就倒垃圾然后杂草丛生事实上，对于这个河防安全或者是洪水这流速也会产生影响。所以民众会觉得说，起码我在种果树，我有好好管理周边的环境那看起来因为目前河川局管还是比较大面积嘛，就是说你们管理可能受限于经费也好，或者说人力也好，民众。现场的感觉就是这个样子，那这个部分您怎么回应他们的这个样子现地的一个我跟大家报告现在我们所谓的河川管理是立体空间的，上面有卫星2周会扫一次，那还有远端监控有监视器，重要地点会倒垃圾都有。我们最近查到很多拼装车的卡车去载垃圾去倒的，但是抓不胜抓啦，这个太多了，这个牵涉到民众的公德心的问题了。那你们有抓到有罚钱吗？我们有很多许可种植，我们都要配合，我们甚至做铁门管理，那钥匙交给农民去管理那不让不明的车辆随意进出。那这边其实我们东势大桥下有一个管制站，保全的管制站但是旁边很多农民在种，很多都是水果袋啦、包装袋啦，就地就烧掉啦，很多啦。好，谢谢。那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谢议员，就是说，今天整场这样听下来，那我们段教授也提出一些他的专业的意见，那这个他也有他们河川局本身的一些专业的意见，您怎么样来看待？在河防安全的前提之下，山河局不要硬邦邦的把那个法令条文拿来念给我们听，你们应该去现场看看。真正有影响到河防安全的，你们去处理，农民也会支持啦。但如果真的跟河防安全没有影响的，你们不要去这样处理，这样不好。许可制没有错啊，那你们就应该放宽许可就这么简单而已你们放宽许可，让大家可以安居乐业。那如果放宽许可制之后，那还有再租给别人的再说的，这个问题也会解决所以我一直认为啦，副局长一直在强调的许可，我认为山河局就应该。在合法安全的前提考量之下，在务实性的考量之下，你们应该要放宽许可，这样才对了。那最后这个段教授，事实上我们讲到说，河川这个种植规定里面，就是说，河宽达到300公尺以上是第1级的种植区域，它其实就可以种大概最高高度150公分的高茎作物了。当然，可能这些果树都涵盖在内。那事实上，从这个东势大桥到山线铁路桥这边呢。最窄的地方呢，这个河宽大概是650公尺左右，最宽到1300多公尺，事实上都算是第1级的种植区域了就是说，那七河局也开了一个例当然它有一些科学数据它有在去做一些调查，也去做一些滚动式检讨。那教授怎么样来看？就是说，三河局对于大甲溪这一段
今天我们所讨论的这个部分，怎么样的做法是比较圆满的？那教授您专业意见可以提供大家做参考吗？我要谈7·2水灾的经验呢、7·2水灾我的印象哈，我这都跑遍了，这段是没有事哦，但你们可以去算算它7·2水灾真正的重现集聚是多少，啊，那以那个来推，你们这边水应该淹到多少？如果没有淹到，表示你们以前算的那些东西可能算的就是顾问公司帮你们算的太保守，所以把这个去搞清楚，确实通通没有路，就是说为了解决大台中下游很多老百姓啊堤防破了会淹死人，这我相信这些老百姓不愿意人家去淹死吧？那这个真的没办法了，那只好再跟他们商量。那跟他们商量的时候，也麻烦你这个土地也要分啦，不是说这个里面的通通砍光，我觉得也不是办法了。就是说，有的比较靠堤防，离你深潮线远的，有没有必要不砍？啊，那离深潮线近的，非砍不可，那都可以讨论的啦。啊，不是说我现在就是执行命令，通通砍光，时代不一样了。啊，我觉得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大家的心会比较，就要砍他的，还会比较服气了。这样子对政府也比较好，你要这样去处理了。好，我的建议，谢谢啊。好，那最后现场还没有来宾有意见的，好，那位大哥。桥断掉，桥坏掉，怪我们农民，那是921断掉，啊，还说我们窃占国土，怎么窃占国土？我们日本时代做到现在，怎么窃到国土？啊，高经济作物，那时候民国60几年的时候，政府就默许我们去种了，不然的话，我那个田里，为什么水利局会帮我签那个水利设施辅导我？因为那时候有缴税，现在是没有缴税，没有错。但没有缴税不是我们不缴税，所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说放领，把那个国土那个不影响水区的地方公地放领。好，谢谢。好，公地放领，这位大哥理解。还有哪一位大哥？好，这一位。我是觉得说，我们河川局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其实可以更贴心一点了，不要动不动就跟老百姓说我要帮你处理怎么样子，这样子大家比较好。谢谢。好，谢谢。那最后吴副。那我也借此呼吁哦，我们在场很多懂法律的，我也希望他们协助我们河川局跟农民解释法不要断章取义啊，因为法真的我自己也搞不清楚了。为什么移送窃占？我们公务员他有一定行政上的规定，有一定的程序嘛。我刚才讲我们辅导我纳管。你签切约书，那限期改善完，你不签切约书，我只能移送你。现在这程序就这样，后面还有行政。吴副局长，这看起来真的是需要时间集思广益的一个难题了。对。好，那今日讨论下来，你看到其实这条太甲河，你董事山上提起的客家重新讲做的阿美河、大甲河这条母亲之河呢，其实从古到今未用的青岛嘅。河坝利用安的人民啊，不过今比产生问题呢，看起来呢，唔係单單一個單位河川叫做面對來處理嘅，韓國咧也有歷史嘅因素，韓國幾隻農村經濟甚至產業政策種種問題啊，都係因為嚟下全面嚟檢討呢，像氣候區、天氣河川區都做嘅高品牌嘅政策呢，而發生嘅問題，佢重新檢討，提出新嘅辦法，係唔係你天氣河川區呢？所以嘉定天氣河川區嘅例子呢，本周大家嚟討論場所嚟了解，大家過一擺要心平氣和坐下嚟共同討論面對呢，像你喺出面睇飛節目呢，嚟邊討論，也希望大家對塔斯人嘅共識，當擺呢再行下好一隻結果出現啦嚇，像你喺出面睇飛目的也感謝人嘅參加，希望大家支持，再見，謝謝。